今度こそ陸上部に入ってもらうぞ。リレーの時助っ人で新記録出しちゃったし。暑いからバス大会は見に行くからさ。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。今天開始新出發嗎？流過了吧？忘記了嗎？窗紗邊餐台的配搭，曾經種花，如今暗啞。誰從屏幕裏看春天？而誰停下期望滿前？猶如是18歲的青年很痛。誰人願伴你到成年？停留陣俗世裏浮潛，橫橫被伴你旅行，如途中見面。只可惜風景變錯，差一點方可暫緩。喜歡這種我負我，當天的街巷中碰碰，吹起的煙圈中說過，心中這一位應像是人的愛火，可燒傷我。重新出發嗎？更渴望未來，願這少年的愛嗎？彷彿不夠，成長會進化嗎？也信念自由，我愛這少年諷刺。